年，公社同地。有听到无？正讲说话哈哈嘴啊诶！可能是本身想过这点，老师那唱定定来来去去，双脚靠趴地行，还有在条落山，啊上尾了，我上尾就迄个外省。你哪会同学？早就伫遐甲迄个菜里头。从这这么简单的袂晓，一个一个拢是滴。报告老师，我要上厕所。因为阮老爸有厝内，伫空间互有这缀个下过。若无米，就是去干嘛念声？啊，敢若食高丽菜干尔哦。我上无爱食高丽菜干。听阮阿母安尼讲，小弟小妹伊都欢喜，伊都期待，当然我一个心酸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是西餐呢。美国人要食的西餐哦。叫你食你就食，你先靠啥？快点叫了。囡仔，你去高无遐摕一罐米豆罐头来，有心啊！也袂啦，即摆这两点半呀，咱再来进去啦。我袂去。会去第一摆去台北是个好心的晚上，你去的前一暝欢喜甲困袂去，你会起来看时钟，哎呦！那个无无联络。后来听讲我做过最难的查某人，我真咸菜心的查某囝啦，我对台北转来看阮阿母。哇，这是啥？这是对美国进口的美国人的凉水，叫做上树。阮老爸21岁迄年，听做正式的空工。你当时，恁老爸只是讲小可走转去，听后辈七岁生日黄土的毒粉，什么啊？真正管得起我的巴肚内，管阿母讲，我甲你老爸互你洗身份，我甲你的手一定会救我的镜头啊！半工哦，你目睭足可准呢。你头着咱落山，咱会袂到。莫讲，你无听人讲，有钱看心，无钱看心，因为咱含了去台北，就无这个代志啊！伊规工笑眯眯，袂搞怪做伙，嘛袂无代无志这事。这有这款囡仔嘛有咱袂咧。搁再讲，伊嘛无钱通请律师。我干那会当寄一寡钱互伊，互伊通养富下的人。每送钱一批人仔，若像